大家好，歡迎收睇《港九往事》。今年9月初，有單法庭新聞喺香港引起唔少鑼動。已經淡出公眾視線好多年嘅前亞姐冠軍羅麗莎，突然間向香港高等法院入紙告狀。被告人係已故《星島日報》前老闆何柱國。訴訟嘅核心內容好奪目。羅麗莎話何柱國生前欠佢一筆高達1000萬港幣嘅債務。根據羅麗莎交俾法庭嘅材料，呢筆借款發生喺新冠疫情期間，當時何柱國遇到資金困難，向佢借咗1000萬港幣周轉。而家何柱國已經過咗身，羅麗莎於是決定透過法律途徑向何柱國嘅遺產管理人，即係佢老婆黃敏珊，追討呢筆本金同埋相關利息。呢單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係因為入面充滿咗令人費解嘅疑點。要知道何柱國可係坐擁8億資產嘅香港富商，點解會向一位早已退出演藝圈嘅前藝人借錢？呢度面肯定有啲唔為人知嘅隱情。先講下何柱國嘅背景。作為香港煙草大王何英傑嘅長孫，何柱國繼承咗家族嘅巨額財富，係香港名副其實嘅老牌豪門子弟。佢唔單止係《星島日報》嘅前掌舵人，喺政界都幾有建樹，曾經出任北京大學名譽校董等重要職務。再睇羅麗莎，佢喺1998年攞到亞洲小姐桂冠之後，進軍影視圈，拍過幾部作品，喺娛樂圈都算有啲名氣。時間返到世紀之交嗰陣，羅麗莎同何柱國嘅緋聞喺香港傳到成街知巷聞。要知道何柱國當時啱啱從國外返嚟香港，遵照阿爺嘅安排接管家族生意，仲出資收購咗《星島日報》。但問題係何柱國嗰陣早就結咗婚，成咗家，呢段關係嘅性質就唔使講啦。富商巨賈同娛樂圈女星嘅故事，自然就成為當年香港各路傳媒追逐嘅焦點話題。時光荏苒，今年6月，何柱國因為患肺癌離開人世。距離佢落葬都未夠8日，羅麗莎就向法庭提起咗呢場訴訟，要求何家清償呢筆歷史遺留問題。呢段本來已經隨住何柱國踏入政壇，羅麗莎隱退江湖而逐漸俾世人淡忘嘅舊日情事，而家又重新返到聚光燈下面。關於兩個人嘅緋聞，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當年坊間甚至流傳住一個更勁爆嘅消息：羅麗莎點解柱國誕下咗一個私生仔。借住呢段20幾年前嘅香港舊事，我哋不妨傾下香港名利場呢啲年嘅風雲變幻。一個值得探究嘅問題係，何柱國究竟有住點樣顯赫嘅家世，先至能夠令佢嘅葬禮上邊匯聚香港4大頂級豪門嘅代表？呢位香港老牌富豪同當年風華正茂嘅亞姐羅麗莎之間，究竟發生過點樣錯綜複雜嘅情感糾葛？何柱國嘅死訊對好多人嚟講都相當意外。就喺今年2月，佢仲接受咗商業電台嘅專訪。鏡頭前面嘅何柱國形銷骨立，頭髮稀落，明顯睇得出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喺採訪入邊，佢透露自己喺幾個月前俾人診斷出肺癌，不過經過養和醫院嘅精心治療，病情已經得到控制，基本痊癒。同一時期，何柱國仲參加咗 TVB 製作嘅公益節目《齊見無煙香港》嘅錄製，喺鏡頭前面呼籲香港市民遠離香煙。呢個頗具諷刺意味。佢嘅家族世代經營煙草生意，佢本人都曾經係禁煙令嘅堅定反對者。但一場大病令佢徹底改變咗立場，切身體會到疾病帶嚟嘅折磨。錄製節目嗰陣嘅何柱國聲音嘶啞，面色暗沉，已經睇得出生命行緊去盡頭。不過佢嘅個性依舊，講嘢仲係嗰樣毫無顧忌，直來直去。何柱國素來以大口仔出名，同大劉有得拼，講嘢犀利幽默，時唔時講出驚人語句，所以一直係傳媒記者哋鍾意採訪嘅對象。然而命運弄人，何柱國最終都冇挺得過去。僅3個月之後，佢就因為肺部感染引發炎症風暴，喺養和醫院撒手人寰，享年75歲。何柱國喺6月11日病逝。6月29日，何家為佢舉辦咗告別儀式，喪禮由佢個仔何正德、新抱林甜儀同埋女何詩曼一齊主持。何柱國葬禮上面並未出現何太嘅身影，
據講，何太長年定居美國，葬禮由何家仔女同新抱出面操辦。何柱國嘅親家林甜儀嘅老豆林建岳同長子林孝賢都嚟到致哀。林建岳係香港知名富商，人稱岳小。老豆係麗新集團創始人，亞視前老闆林伯恩，前老婆係台灣女星永遠嘅新抱謝玲玲。謝玲玲冇出席葬禮，成場葬禮儀式極為低調，但係從治喪委員到弔唁賓客，嚟者身份個個都顯赫非常。何柱國嘅葬禮可以講係香港政商名流齊聚送別。何柱國出身世家，阿爺更加係香港大佬。佢因為直率咁講喺香港上流社會備受矚目，幾十年間積累咗深厚嘅政商人脈。頗有爭議嘅前特首梁振英都到場，未能到場嘅前特首董建華夫婦同現任特首李家超敬獻咗悼念花牌。睇得到悼念花牌幾乎涵蓋咗香港同澳門歷任特首，由此可見何家生前嘅影響力。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伏明霞夫婦都嚟咗致哀，仲有同為前財政司司長嘅唐英年。何柱國當年對唐英年嘅支持可以講係不遺餘力。已經進入政商兩界發展嘅鄺美雲都嚟埋，除咗政界，商界大佬哋都紛紛到場致哀。何柱國嘅葬禮上面，甚至聚齊咗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誠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德勝家族同鄭裕彤家族。除咗四大家族，邱德根家族代表、遠東集團而家嘅話事人邱達昌夫婦都嚟埋，仲有曾經傳過緋聞嘅賭王之女何超瓊。何超瓊係何柱國生前好友，葬禮上面佢致辭話自己同何柱國相識40幾年，佢一直係自己嘅良師益友，喺我人生最艱難同埋多次遇到個人問題嘅時候，都係佢幫我渡過難關。早年何超瓊同何柱國曾經傳過緋聞，對此賭王一笑置之，但對何柱國讚賞有加，甚至開玩笑講如果佢肯離婚同 Pansy 拍拖，會獎勵個女。仲有同佢打過官司嘅劉鑾雄胞弟細劉鑾雄同仔劉金臣都嚟埋，霍家都派出代表。前面有霍震霆帶住長子霍啟剛、郭晶晶夫婦同次子霍啟山，後面有霍啟剛二叔、霍家大房次子霍震寰。據傳霍震寰係霍英東最中意嘅仔，都係而家霍氏商業帝國嘅真正掌舵人。除咗政商巨擘，香港娛樂圈大佬名流都嚟咗唔少，好似向華強、陳琳夫婦、英皇老闆楊受成夫婦。最近英皇集團財務緊張，旗下明星紛紛救場。楊受成同何柱國係多年老友，梁朝偉、劉嘉玲夫婦敬獻花牌，仲有大美人關之琳。未能到場嘅成龍同甄子丹夫婦都送上花牌。何柱國葬禮喺29號中午12點出殯，由10位政商大佬扶靈。企喺最前面嘅係何柱國親家林建岳同前特首梁振英、霍震霆同楊受成，企喺右排最後。入邊唯一嘅女性係香港政界高層葉劉淑儀。何柱國嘅葬禮雖然規格簡樸低調，但香港政商娛樂各界名流幾乎盡數到齊，可以講係備極哀榮。一場葬禮可以窺見一個人生前嘅社交圈同埋社會影響力。喺香港，何柱國點解有咁大嘅影響力？佢嘅去世點解能夠聚齊香港上流社會嘅名流富豪？呢個唔單止同何柱國生前從政從商嘅經歷同社會身份有關，更加同何家嘅家族背景緊密相連。一切仲要從何柱國嘅阿爺何氏家族第一代何英傑講起。何柱國嘅阿爺何英傑祖籍無錫，1911年出世喺上海浦東。15歲入咗家族印刷廠做學徒。何英傑天資聰穎，2年之後未夠20歲就俾人提拔做印刷廠經理。何英傑極具商業天賦，20歲嗰年離開家族印刷廠，自己創辦上海新亞印刷廠，好快就賺到人生第一桶金。1934年，年僅23歲嘅何英傑買落上海華庭路86號，作為私人住宅。華庭路86號呢棟西式洋房見證咗何英傑白手起家嘅開端。何英傑對呢度情有獨鍾，
直到1949年離開大陸，一直都住喺呢度。移居香港幾年之後，何英傑知道自己冇可能再返內地，於是將呢一棟洋房送俾住喺永嘉路69弄嘅細佬。歷經近100年歲月，而家已經係優秀歷史文物嘅華庭路86號何氏公館，價值超過3億。1937年抗戰爆發，大多數上海本地工廠為咗求生存，紛紛遷去內陸，但何英傑按兵不動，揀咗留喺上海。結果抗戰爆發之後，紙價飛漲，戰爭唔單止冇影響新亞印刷廠嘅生存，反而令何英傑大賺一筆。1942年喺戰爭入邊身家暴漲嘅何英傑關閉印刷廠，喺上海開辦咗利潤更加可觀嘅裕華裕東煙草公司。煙草公司嘅創辦係何英傑從普通印刷廠商晉升做一代大資本家嘅起點。開辦香煙廠之後，何英傑自創高樂牌香煙。呢個時候未夠40歲嘅何英傑已經係上海灘富豪，但對待工作依然認真，親力親為。為咗提高自家香煙質量，何英傑曾經不遠萬里去英美著名煙草廠參觀學習，訂購全球最先進嘅捲煙機。1949年，何英傑舉家移居香港。第2年，何英傑喺香港創立香港煙草有限公司。1965年，何英傑喺香港古魚涌英皇道買落成棟大廈，將公司搬去呢度，命名做香港煙草公司大廈。何英傑過咗身之後，2006年作為家族繼承人嘅何柱國以7億幾港幣將煙草大廈賣俾郭學連家族嘅嘉里建設。於是近半個世紀歷史嘅煙草大廈搖身一變，變成而家嘅港島甲級寫字樓嘉里中心。而家嘉里中心係嘉里建設總部，著名租戶仲包括法國施耐德電器同美國輝瑞製藥公司。60年代中期，何英傑領導下嘅香港煙草公司一路高歌猛進。一方面，煙草公司攞到知名香煙品牌萬寶路嘅香港代理權；另一方面，公司自創嘅良友牌暢銷全香港。香港煙草公司嘅輝煌持續咗半個幾世紀。到90年代尾，何英傑嘅香港煙草公司已經係價值200億港幣嘅龐大商業帝國。不過，何英傑一生勤儉樸素，巨富身家嘅佢從來唔住重物質享受，成年一身唐裝。同級別嘅富商成功之後，一定會揀住半山。何英傑卻一直住喺江魚涌煙草公司大廈嘅頂層，晚年更加係成年深居喺大廈頂層，直至2000年過身。何英傑最出名嘅係自己勤儉低調，但異常樂善好施。傳媒甚至有個傳統，一有捐款需要就去揾何伯救急。佢熱愛慈善事業，據講一生捐款近10億港幣。1983年，何英傑創辦良友慈善基金會。1994年成立何英傑基金會有限公司。喺香港，何英傑、何伯成日匿名捐款，佢嘅低調同慷慨對熟悉佢嘅人嚟講眾所周知。人哋叫佢最鍾意做善事，最驚上電視。何英傑晚年深居簡出，幾乎過住與世隔絕嘅生活。佢嘅日常娛樂就係留喺煙草大廈頂層嘅百幾平私人住所睇電視。晚年嘅何英傑幾乎每年都會透過香港東華三院同 TVB 一齊舉辦嘅電視節目《歡樂滿東華》，捐款1000萬港幣。TVB 知道何伯鍾意睇電視，於是特別叫2位德高望重嘅上海籍主持人沈殿霞同汪明荃喺節目入邊用上海話向呢一位慷慨嘅何家伯伯致謝。何家伯伯善有善報，福有攸歸，溫暖咗每一個貧苦大眾。謝謝農。喺人生最後10年，何英傑幾乎每年都向內地受災群眾捐款，累計捐款近5億港幣。直至2000年1月，何英傑以88歲高齡喺養和醫院與世長辭。何英傑葬禮，時任特首董建華親自出席，陪伴喺側嘅正係何英傑嘅長孫，嗰陣嘅何氏企業繼承人何柱國。沈殿霞都親自到場。之前沈殿霞老豆沈延琪同樣喺上海經營煙草生意，同何英傑係故交。據講當年多得何英傑親自勸沈父先至肯答應嗰陣，年僅15歲嘅沈殿霞入娛樂圈。
對肥姐嚟講，何伯唔單止係從細睇住佢大嘅長輩，都係促成佢入行嘅貴人。其實早喺過身之前，已經係暮屆之年嘅何英傑就已經從家族企業退出，一心專注慈善事業。90年代，香港煙草公司嘅經營管理幾乎全權交俾啱啱從美國返港嘅長孫何柱國。1996年返嚟屋企繼承家產嘅何柱國，試圖帶領企業轉型，香港煙草公司嘅萬寶路香港代理權同良友產銷權，俾人一併賣返俾萬寶路母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接手家族企業之後，何柱國進行過多種轉型嘗試。對於孫仔何柱國嘅種種嘗試，何英傑從來唔多問，一概放手。公公仍然做董事長，我哋每日都見面。佢老人家生活得好安逸瀟灑，但喺經營管理上邊，公公從來唔主動多講。有嘢請教佢嗰陣，佢會俾啲簡明指點，平時就放手俾我做。何伯為人豪爽，曾經借巨資俾《星島日報》創始人胡仙。2001年喺阿爺過咗身之後，長於金融嘅何柱國因緣際會唔得唔接手《星島日報》，佢透過旗下嘅泛華科技購入《星島日報》超過50%股份，自此成為《星島日報》主席。名門公子英俊瀟灑，家世豐厚，當然都緋聞不斷。何柱國同羅麗莎嘅緋聞正係始於何柱國入主《星島日報》嗰陣。其實何柱國買落《星島日報》嗰陣已經年過50，對普通人嚟講唔算後生，但喺百億富豪呢個級別又算幾後生。嗰陣何英傑啱啱離世，何柱國從阿爺手上接手百億身家嘅何氏企業，並且成功實現借殼上市。昔日嘅煙草商人煙仔何，搖身一變轉型做傳媒大亨，威水一時無兩。當然，何柱國同大多數同女明星傳緋聞嘅商界大佬一樣，佢有老婆仔女，而且並冇離婚。何柱國早喺1974年已經結婚，老婆黃敏珊同樣來頭唔細。黃敏珊嘅曾祖父係清朝第二批留美幼童，母母蔡玉華係上海大新百貨千金，阿媽林慧喜係先施百貨經理家嘅千金。當年大新百貨、先施百貨、永安公司同新新百貨並稱上海灘四大百貨，黃敏珊算係兩大百貨公司嘅後人。呢位何太黃敏珊相當低調，據講佢長居美國，幾乎從來唔同何柱國一齊出席公眾場合，少有嘅露面係2014年喺個仔何正德同林甜儀嘅婚禮現場。嗰陣嘅羅麗莎30出頭，啱啱當選亞姐，並且入咗亞視拍戲，同樣威水正盛，前途無限。羅麗莎出身寒微，童年嘅時候寄人籬下，大個之後立志要出人頭地，為自己爭取。30歲之前，羅麗莎只係香港嘅普通上班族，做過副刊記者。直至1998年，年近30嘅羅麗莎高齡當選亞姐冠軍，自此進入名利場，人生嚟到新天地。1998年啱啱當選嘅羅麗莎曾經接受竇文濤採訪，嗰陣嘅佢確實水靈美麗，而且性格溫順，好謹慎小心。當選亞姐之後，羅麗莎好快就同拍拖4年嘅男友分手，同時同富商陳卓堅同謝賢傳出緋聞。最終羅麗莎放棄謝賢，表示欣賞四哥，但係唔會心動，公開同陳卓堅出雙入對。據當時港媒報導，陳卓堅曾經因為打劫灣仔金行坐監15年，前老婆係李嘉誠秘書，又曾經同多位亞姐、港姐傳過緋聞。總之，陳嘅身世背景相當複雜，並非羅麗莎眼中嘅良配，兩個人好快就分手。羅麗莎喺同陳拍拖期間，仲俾人入屋打劫同影相，備受驚嚇。2000年左右，羅麗莎結識何柱國。嗰陣羅麗莎同楊受成私交好密切，據講當時謝賢追求羅麗莎，楊受成開玩笑叫羅麗莎做謝太，仲叫謝霆鋒叫佢媽咪。呢個時期，何柱國同羅麗莎雙雙出現喺社交場合，毫不避諱。香港傳媒都以男女朋友嚟定義呢段關係，對富豪階層嚟講，呢個都係司空見慣嘅事。據當年港媒報導，識咗何柱國唔耐之後，羅麗莎就同亞視解約。
從魚龍混雜嘅旺角新興大廈搬去香港富人雲集嘅半山梅道豪宅。2000年，何柱國先係以公司名義豪達1700幾萬港幣為羅麗莎買入寶雲山莊1000尺豪宅。寶雲山莊位於港島中半山寶雲道，地段優越，豪宅坐擁維港無敵夜景。豪宅入面嘅軟裝硬裝成白色，由羅麗莎親自設計。2004年，豪宅產權已經轉入羅麗莎名下。2002年，何柱國再次豪擲千萬，為羅麗莎喺寸土寸金嘅銅鑼灣開咗一間高級家具店 The Living Concept。家具店開業當日，城中富豪名流都嚟捧場，盛況空前。兩個人嘅媒人楊受成親自到場支持。嗰陣嘅羅麗莎滿面春風，連成龍都親自到場支持，甚至林建岳同劉鑾雄都嚟埋。當時何柱國同林建岳仲未係親家。到場慶賀嘅仲有向華強、向太。開業切蛋糕嗰陣，企喺女主人羅麗莎身邊嘅係前上海首富周正毅老婆毛玉萍。依託何家喺香港嘅聲譽同人脈，羅麗莎嘅生意最初仲唔錯，成日都接到大單。同時，羅麗莎一直用賺到嘅錢投資房產。不過，羅麗莎嘅高級家具店好景不長，只係維持咗3年左右就關門歇業。之後佢又開過一段時間美髮店同美容院。2005年家具店關咗門之後，羅麗莎緊接住開咗一間髮型屋，走嘅仍然係高端路線。2009年，羅麗莎開始涉足美容院業務，佢代理嘅日本某美容品牌進駐香港。開業當日，古天樂嚟剪彩。無論家具店、髮型屋定係美容院，羅麗莎嘅生意幾乎都係曇花一現。開業之後，唔耐好快就關門大吉。喺羅麗莎嘗試經商呢段時間，何柱國走入政界之後，呢段情就慢慢消失喺傳媒視野入邊。羅麗莎搬咗屋，改咗電話，有啲似人間蒸發，食瓜群眾嘅緋聞追溯到此戛然而止，之後慢慢俾大眾遺忘。2005年之後，何柱國嘅身份已經唔再僅限於商人。佢曾經以大學校董身份同劉鑾雄父子一齊訪問對外經貿大學，嗰陣陪住劉鑾雄嘅仲係呂麗君。嗰陣傳統傳媒方興未艾，何柱國領導下嘅《星島日報》發展得如火如荼。同何柱國漸行漸遠之後，羅麗莎已經唔再係名利場入面嘅常客同埋座上賓，佢都隨之消失喺大眾視野入邊。雖然羅麗莎做生意屢戰屢敗，但佢早年投資有道，手上有好幾套房產，即使生意失敗，仍然能夠維持以往嘅富貴生活。從2007年到何柱國離世之前，羅麗莎幾乎唯一嘅一次公開露面係喺近10年前嘅2017年。羅麗莎喺香港金鐘太古廣場出席某個商鋪嘅開幕儀式。嗰陣羅麗莎年近50，保養得好好。採訪入邊，佢向記者透露自己目前單身，髮型屋同埋家具生意都早就關門大吉。而家羅麗莎仍然未結婚，收養咗2個混血仔，年近60嘅佢過住自己嘅小日子。同早早退隱嘅羅麗莎相比，何柱國嘅人生仲威水得好交關。2014年個仔同林甜儀嘅盛大婚禮，令人見識到何林兩家嘅財力有幾咁震撼。何柱國多年以嚟以敢講敢串，成為香港市民眼中嘅串霸王，成日喺記者面前大發議論。何柱國性格火爆，爭議頗多，喺人哋眼中係囂張，喺朋友眼中佢為人豪爽詼諧，好性情。從堅決反對禁煙到呼籲大眾戒煙，中間係一場化療，但佢都爽快認錯，以身說法。不過人生總係好花不常開。何家靠香港致富，一直都冇入香港地產，主要注重資本市場。特別喺疫情期間之後，據熟悉香港往事嘅傳媒人蕭若元透露，鍾情於金融期貨市場嘅何柱國，因為炒作石油失誤，令佢蝕到入獄。而互聯網嘅蓬勃發展，令傳統傳媒業變成日落西山嘅夕陽行業。何柱國旗下嘅星島集團生存愈發難以為繼，星島日報海外版相繼停刊。2020年，
星島日報澳洲版喺冇俾近50萬澳幣員工欠薪同埋遣散費嘅情況下，突然宣布清盤停刊。一夜之間，星島日報所有員工俾人掃地出門，只能夠等澳洲政府發放賠償。2022年，星島日報加拿大版都喺大幅裁員之後揀咗停刊。何柱國經濟狀況似乎唔太樂觀。2020年，佢居然俾多年好友細劉劉鑾雄告上法庭，要求償還1.5億債務。劉鑾雄同何柱國對簿公堂，指後者喺2020年10月簽俾自己一張1.5億港幣嘅渣打銀行支票，但未兌現。劉鑾雄一度入稟法院，要求何柱國連本帶利償還。於是喺2021年，面對已經冇回天之力嘅星島集團同1.5億債務，何柱國正式將星島賣俾佳兆業主席郭英成個女郭曉婷，並且辭任星島主席。當時何柱國以每股1.5蚊嘅價錢拋售星島集團2.46億股，套現3.7億港幣。不過，佳兆業嘅入主並未能夠一舉改變星島集團嘅困局。星島賣盤未夠半年，郭曉婷又將手上半數星島股權賣俾玩具大王蔡志明嘅獨仔蔡家贊。而家蔡家贊同郭曉婷老豆郭英成一齊擔任星島日報聯席主席。邊個會諗到何家大公子後期嘅財政狀況會咁窘迫？喺疫情期間變賣身家嘅何柱國，居然仲要向從前嘅緋聞女友借錢。呢個都係點解喺佢過身僅3個月之後，俾曾經嘅緋聞女友公開追債。羅麗莎向法院提供嘅借款細節顯示，自2021年至2022年間，羅一共向何借出3000萬，而何柱國只係喺2021年向羅支付2000萬支票。呢筆2000萬支票估計正係嚟自星島賣盤嘅錢。邊個會諗到曾經香港城中最得意般配嘅一對緋聞男女，只係喺日後20幾年嘅歲月入面，男方變賣身家、債務纏身，居然要向以前嘅女友借錢。呢種反轉或者係曾經喺名利場上面志在必得嘅何柱國同巧笑善色嘅羅麗莎，無論點都諗唔到㗎啦。時代喜樂中嘅富豪，人生真實嘅生活比小說仲似小說。上世紀90年代歸港，8億霸道總裁返嚟屋企繼承家業，乘住2000年之後香港經濟騰飛狂潮，富豪地踏上咗財富嘅直通車。偏偏公子長袖善舞，追花逐蝶遊戲人間。對佢嚟講，靚女只係盛宴入邊嘅小菜，錦上嘅花朵。佢更加睇重嘅係事業。進軍傳媒，手握重器，成為上流社會舉足輕重嘅頭面人物。更加因為豪氣敢講，成為各大傳媒熱愛追捧嘅風頭人物。可惜時代比人強，投資可能失敗，經濟唔可能永遠向上，而身體更加唔會因為財富而延年益壽。而故事入邊嘅喜寶，地唔係個個都能夠似甘比咁升級做女富豪。羅麗莎同甘比同樣係屯門女，都做過記者，都俾富豪睇中做長期女友。但係羅麗莎冇生仔，並且時間都維繫唔長。當然佢得到嘅房產同貴贈已經足夠佢下半世無憂。喜寶呢條路一將功成萬骨枯。甘比只有一個，而麗莎同麗君地卻好多。寵愛過後係棄之如敝屐。羅麗莎同呂麗君都喺98年參加選美，羅攞咗亞姐冠軍，而呂麗君港姐落選。2016年11月，劉鑾雄徹底發聲明，宣布同呂麗君已經喺2014年分手，但2015年3個人仲喺養和醫院門口俾人影到難得嘅世紀同框。其實細心睇呢張相，唔難發現3個人微妙嘅身體語言已經講晒一切。劉鑾雄明顯拉住甘比，呂麗君倒係好似一位唔知所措嘅第三者，事後佢都係一個人單獨坐車離開。2016年11月15號，劉鑾雄喺多份報紙雜誌刊登聲明，宣布同呂麗君恩斷義絕。劉鑾雄痛批佢只係中意錢，貪得無厭，就算有100億，都會為咗1蚊出賣自己，俾服務生2-3千小費，返到屋企都要計到清清楚楚，真係將呢位曾經相濡以沫嘅伴侶掃落到一文不值。
劉鑾雄近日終於同呂麗君仔女同框，喺佢細佬劉鑾雄嘅商場開幕典禮上面，同22歲嘅劉秀瑩同15歲嘅劉志峰一左一右扶住老豆，顯示關係有所緩和。女性嘅道路有好多種，麗君麗莎地走嘅係一條暗道，有時候係捷徑，有時候係天坑，而且對唔同嘅人嚟講有唔同嘅心態。對有啲人嚟講能夠賺到錢就好，對有啲人嚟講卻係無盡嘅寂寥歲月同難平嘅心氣。有好多人奇怪，身為百億富豪圈入邊嘅人，點解會為千萬走上法庭？羅小姐都只能夠答4個字：無可奉告。不過關於佢同何柱國之間欠款嘅具體細節，羅麗莎並唔願意向傳媒透露，只係回答4個字：無可奉告。呢個係一筆好 KK 嘅1000萬，對於百億身家嘅世家嚟講唔算多。畢竟2015年霸道總裁個仔喺法國嘅婚禮豪華到私人飛機成群，光係婚禮外嘅搭棚就花咗3000萬，請歌星都花咗幾千萬。但對於羅麗莎嚟講，可能真係好重要。同細處講坐食山崩1000萬都係錢。往大處講，嗰個可能更加重要嘅係一種示威，由此宣告佢喺佢嘅生命入邊以咁嘅方式存在過，雖然冇名分。呢個真係令人唏噓嘅故事。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我哋下期見。